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这间餐厅呢，它位居在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周遭哦。而这间餐厅呢，就连小哥费玉清这一位歌王呢，他都亲自造访，而且呢，他是点沙拉面。这道沙拉面啊，非常符合他的口味哦，因为他觉得这个沙拉面呢，对他来说，他非常喜欢清淡的饮食，而且呢，吃了又不会说太饱，所以他非常的喜欢哦。而这里呢，这间餐厅它标榜的食材呢，完全都是自己手工制造，而且呢，尽量都是自己种的，所以它的东西是非常的天然，而且有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沙拉酱啦什么的，都是完完全全都是自己制作的。然后它里面讲究的是轻食，主要呢就是以烤为主，用烤箱烤出来的食物为主，所以呢，它的东西呢几乎是没有什么油的。所以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讲呢，都非常的喜欢这里，甚至呢，有的很多人他都成了这里的一个常客，他们几乎天天是来这里报道，哇，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几乎天天都来这里报道，因为他们爱上这里的食物，他们觉得都吃到了非常多的纤维质，觉得对自己身体是非常的好。那现在呢，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我们就进去里面瞧瞧吧。沉稳内敛的红砖外墙，与人的感觉既踏实又温暖，这是咖啡厅给人的第一印象。入门随即被烘焙香氛暖暖包围着。开放式的厨房吧台设计，采用大量瓷砖拼贴，在暖色调灯光照射下，犹如走入时光机般，我像是身处北欧童话世界里。2楼的用餐环境采挑高设计，尽管座位不多，仍巧妙地运用植物、装饰品、灯具装点空间，呈现古典乡村风。靠墙处摆放着许多书籍、杂志，即使只身一人前来这里点杯咖啡、饮料，看看书也是件挺惬的事情。人工做的假壁炉上面的摆设及蜡烛，让我一度误以为自己走入浪漫异国国度里。墙上的狗儿、小彼岸的油画，精心搜集的装饰品。店内的装潢设计全是老板娘郭艳玲一手包办，整体装潢摆设温馨高雅，让人就像在家一样，可以完全放松心情。人讲啊，春天后无眠啊，真正的，这个天气吼，早晚温差真正是非常的大，所以我看到吼，我头前这么多轻食的料理吼。真正是非常下这个天气来讲，那首先呢，我们要请的是这个老板来为我们做介绍。那老板呢是郭姐，郭姐好。你好，维珍你好。好，那是好。对，郭姐，你这么多道轻食料理，你要先从哪一道来介绍起？这一道呢是意大利沙拉面，是它是非常清爽的，有蔬菜水果的冷面。那我们用的是贝壳面，非常的好入口。那很多的年轻女性呢，都喜欢来吃这一道。对，因为蔬果它的热量是非常的低的。是。对，所以女性会喜欢吃，我绝对是相信的，我绝对相信哈。奇怪呢，为什么你们会想说要用香蕉啊？因为我在外面吃到的蔬果沙拉是没有的。香蕉它是养分很高的一种水果，对，没有错。对，所以我希望它是有5种蔬果在里面，5种水果，还有蔬菜不包含，就水果就要5种的。水果就要5种。对，是。可是这种香蕉它很容易那个
因为它铁质多嘛，对，它就很容易变色啊。怎么想要用这个？所以我们是新鲜现切，然后就上菜了，所以他吃的时候应该还没变色。哦，对对对，而且这道菜呢是费玉清有吃过的哦。哦，费玉清有吃过。对，他之前来开演唱会的时候就走进来我们这边，然后他想要吃一道说不很饱的，但是他又可以有一点能量的。他等一下要演唱的时候就是不会太饱，但是又不会饿的。哦，对对，所以他就吃了这一道。对，很多演唱家他们都会在先食一下鸡腰一个，但是袂使伤饱。对，袂使伤饱。因为伤饱困起来，讲出会出来。哎对，好吃呢。啊，怎么想说要用这个贝壳的形状啊？因为它比较好煮。哦，它比较好煮啊。因为我们不像一般的意大利面餐厅，它可能有生锅可以煮那个长长的面，我们都用小锅子煮而已。所以这个贝壳面它是比较好煮的。那没有想到说也是因为整个形也是好看，对，好看，而且我们要做拌搅的动作比较方便。这个真的好吃哎，而且你们的酱我们用的上我们那个自制的意大利酸醋酱。对加上意大利酸醋酱，这个热量的杠给就这样，真的好吃，而且你看，就只有2小根的这个德国香肠，接下来呢就是这一道了，这道是什么？看起来就是起酥啊，对，培根鸡肉起酥派。我们炒过的鸡胸肉跟培根、洋葱一起，然后做成一个白酱的内馅，然后我们把它包在里面。那怎么会想说把鸡肉跟那个培根加在一起呀？因为鸡胸肉它是白肉，它热量也比较低。我们国人他比较不喜欢吃鸡胸肉。对，但是因为我们把它做得很嫩，所以你吃起来它不会觉得老。那我们的料理大部分都是用烤的。用烤的啊？对，这是烤的。所以它的热量就不会像人家是那一种，比如说用那种油炸的或用炒的，它可能会有更油嘛，所以热量它管如果说你是用烤的啦，然后水煮的啦，那里的热量它给嘛然后搭配那个也是搭配生菜，所以一起吃的话，这样会蛮爽口的。对，但是鸡胸肉真的不柴怎么可以处理到鸡胸肉是嫩的啊？炒的过程你不能让它炒得太熟等于是说它有一点半生熟，然后我们就把它包起来，然后冷冻，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烤。所以这个也是跟炒有关系就对了。如果说你开始把它炒得太熟的话，它可能就是吃起来就是柴的了。了解。所以如果要让那个鸡胸肉不会吃起来柴干干的你得爱找那个用那个那料理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好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哪一道呢？这个是沙沙酱香草鸡。沙沙酱不是一般在墨西哥很常用到的酱汁吗？但是我们把它做成不是辣的。不是辣的。对，不是辣的，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人不敢吃辣。那的确是。对，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酸酸甜甜的酱汁，然后搭配小番茄，也是吃起来会很清爽。那我们把整片的鸡腿肉把它切开，这个其实是为了排盘的美观，这样感觉还蛮有趣的。外酥内软，很好吃。谢谢。真的，所以这也是大家常点的。对，大家常点的。而且这种酱汁它比那个什么凯撒酱啦、千岛酱啊那一种的热量低很多对不对？对。所以真的是走轻食路线。对，其实我们本来
的菜色是比较清爽的，但是因为有很多人他想要吃肉类的，所以我们就发展出这一道沙沙酱香草鸡。那你们的鸡肉是鸡腿肉，这个就是鸡腿肉了。那是用烤的还是用烤的？也是用烤的啊。对。可是为什么可以烤到那么嫩啊？这就是烤的时间很重要。还有烤的火候。这要高温烤。但是不能烤太久。对。烤太久它一样是会变柴的。对。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是田园烤肉餐，这就是猪肉了。猪肉，我们用的是梅花猪肉，切薄片之后把它腌过之后，也是用烤的，然后搭配蔬菜来吃。蔬菜真的非常多我们就是爱蔬菜，一般国人吃蔬菜的量真的是太少了，所以很多人来这边吃了很多蔬菜都很满足。对，因为通常吃进去的膳食纤维太少。对，那这边呢都可以补充你的膳食纤维，而且中间的这个是我们最近新开发的紫薯洋芋泥。对，因为我们那个最近买了很多萨摩紫薯，日本萨摩紫薯紫地瓜，它富含了花青素，所以花青素呢，可以抗癌，还有很多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的部分在里面，所以我很重视花青素。那沙拉怎么会想说要用到这个紫薯嘞？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这边呢会放洋芋泥。是，但是因为有了紫地瓜之后，这个是萨摩紫薯，是，那因为它本来我们地瓜就很营养了，对，但是紫薯它更营养，是，那紫薯它的营养素好像是非常的高啊。对，你如果看到它的报道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神奇吗？神奇仙丹。所以我现在其实我早餐我都会吃紫薯。这样子啊？那紫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因为它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花青素。它有，反正我们看到紫色的东西，它都是有花青素的，我们就要多吃。就要多吃。花青素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除了抗癌，可能对眼睛啊保养也是很重要的。是，像仙丹一样。像仙丹一样。这也是你自己研发的？有时候是无意中。上次是因为把那个洋芋跟紫薯一起蒸，然后洋芋它就紫紫的，那就干脆来把它做成试看看这样，结果一吃还不错吃这样，而且它又是紫色的，所以自从我买了紫薯之后，就一连串的做很多紫薯的东西。对。好，那接下来呢，要为我们介绍的是，我看到有浓汤跟这个面包我们的南瓜浓汤。南瓜浓汤啊？那为什么有南瓜浓汤？是因为是说要另外叫嘛？不用，我们整份套餐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有浓汤的。那如果是鸡肉派跟沙拉面，因为通常点这个的客人呢，他是不要吃太多，所以他可能没有包含浓汤。那如果要加点，只需要30块。只要30块。那如果是这2道的话，它都是套餐里面都是有包含浓汤的。你们浓汤好浓哦。对。我们都是用那个切整块的南瓜去煮的，南瓜浓汤算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招牌。太浓了，不像外面，它是很稀的，好像那啉水啊那样。真的很浓，全部都是南瓜的香味，然后都是南瓜在里面。是。这道真的我推荐。因为男性朋友也要多吃啊，在点龟还给价格也是很好的。对。好，那就是说有些套餐它就是有这个浓汤跟面包就对了。那面包是每个套餐都有的。那面包它是什么面包？香蒜面包啊。面包它是我们自制的香蒜酱去。你们自己制作的啊？香蒜酱，我们涂了香蒜酱，然后把它烤成酥酥的。对。
有很多客人喜欢这个面包，所以他们可能会买涂过香蒜酱的面包回去自己烤。哦，他们还是买回去自己烤啊？对，因为他想要早餐也要吃这个。在没有来这里的时候，他在家里也想要吃到这个面包。你们自己做的这个香蒜酱真的好吃，跟那个市面上买的是不一样的。对，真的，那都是新鲜的蒜头去切一切，然后真的棒，真的棒。好，来，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这个甜点。甜点是副餐的时候有这个甜点，副餐是每一种都有吗？每一种都有点心，那点心不一定是这种，我们随时在做变换。那今天这个点心呢，它是猫王蛋糕。为什么叫猫王蛋糕？为什么叫猫王蛋糕呢？因为它是猫王喜欢吃的蛋糕配方做的，但是因为我们没吃那么甜，我们这个是半糖哦。所以你们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成分就是奶油、鸡蛋、面粉，这是主要的成分。对，所以它其实成分是蛮简单的，但是因为它的比例调配的是那个很香浓的，奶香味很够的。对。所以也是长久以来客人喜欢吃的点心。那以前我们会把它做成大的、很大的一个，那个，但是因为我们副餐方便，所以我们就做成一小个一小个，它看起来又很可爱。对，而且它的蛋糕不会像外面那种点点啊就真材实料这样子。对，真的蛮好吃的。出的之前，我们都会把它烤热，因为我希望客人他吃到是热的，热的它香气又更够。对。那再来呢？再来我们的手工饼干。手工饼干是不是也是很多客人点？对，因为你们要来，所以我做的满满的。那这些饼干啊，请问有哪一些口味呢？有玫瑰花、薰衣草，还有巧克力。那我很好奇的是，怎么会在上面印上这一些图案？这个就是让它看起来更可口咯。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模型，它可以来那要一个一个把它弄上去这搞刚哎。对，所以我们的饼干呢，都是要一个一个搓圆，然后压扁，然后再把它盖上这些章。这样子啊，哇，那真的很费功哇。那所以吃到这个饼干，尤其看到这个饼干是非常的开心的，对不对？因为看到就会觉得哇，好心情。真的，因为一般市面上手工饼干，它不会给你印上这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饼干，哇，好可爱哦，史努比，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那这个玫瑰花啊，这上面这个就是玫瑰花吗？玫瑰花瓣。玫瑰花瓣啊，应该很多女生喜欢吧？对，它是女性喜欢的口味。对，我们的饼干吃起来的感觉是酥的。对。真的有玫瑰花的味道，好像在谈恋爱这样，再谈一次恋爱。对，那剩下这个也是紫薯做的吗？对，是紫薯做的。它是紫薯起司派。做这个不就要很久吗？因为紫薯你要先把它磨成泥，是不是？先把它蒸熟，把它压成泥，然后加上我们的 cream cheese。cream cheese 就是一般在做cheese蛋糕的 cheese，把它混合在一起之后，做成是内馅。那上面这个就是紫薯了。那像这个饼皮呢？饼皮也是要先做好。你们要从头到尾都自己手工做啊？对，我们东西都是自己做的。饼皮要事先做好，而且要先冰，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擀平，然后入模之后再把馅料填进去。这紫薯吃起来感觉吗？这个纤维质蛮多的。对，膳食纤维。对啊，而且 cream cheese 在里面可以调味。就是因为地瓜是甜嘛，那你带有一点 cheese 的咸的、咸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它是很新奇的。所以现在紫薯的东西是不是很受欢迎？因为
为紫色的东西看起来没有那么多，所以做出这种颜色的话，人家会觉得比较新奇。很好吃，真的。谢谢。真的，而且我没有想到说它的整个都是紫薯，因为有的它只是给你做一层而已。哦，真的吗？对，我在外面看到蛋糕，有的就很一层这样子，然后一层奶油，然后一层东西，然后再一层奶油这样子，它不会用的那么的扎实。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家庭式的东西，就是用料就是实在哦，实在，对，所以这是你们店里面最大的卖点，就是清爽实在。是，谢谢。好，那非常感谢这陈姐的介绍。那我觉得这家的轻食呢，真的很适合想要让自己吃到非常多的纤维质，而且呢又不想要发胖的朋友。来这边试试这里的料理，真的非常感谢陈姐的介绍，谢谢你，谢谢。为了让更多人可以享用到简单美味的烘焙点心，郭燕玲自2006年开始开办烘焙教室，学员有增无减。当初你想说要开这个烘焙课？主要是想要把这个兴趣推广出去，让很多的妈妈来做学习之后呢，可以做点心给自己的小朋友吃，这样大家都会有愉快的感觉，不是只有我自己在这边做，那个很多人都会做，这样把这种爱传递出去。那您开课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了，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认识很多好朋友。本来如果说没有这个课程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开最多的时候1个礼拜会有3班，所以这样子认识了很多家庭的一个核心。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感觉很好，而且很高兴，很多的妈妈她们都很期待来上这个课。那很多时候她们都想说礼拜3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很期待这个时间点来上这个课。所以很高兴大家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子。采访当天教导的是普罗旺斯起司咸派，学员们边听边做笔记，认真程度不亚于年轻学子。这个烘焙课，其实我一开始是陪女儿来上课的。那个时候女儿刚考上大学，然后因为暑假在家有点无聊嘛，那就有朋友提议说让孩子来接触烘焙看看，然后我就带着他一起来上课。结果他的课程结束之后，他就上台北了。那没想到我倒是学出了兴趣，然后一路走来就快要8年了。想要准备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就经过店的外面，有看到这间咖啡店有PO说有教学的东西啊，不管是甜点啊，还是派啊，还是那个手工皂啊，想说进来看看啊，就是一进来就开始学这样的。做中学，获得新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学员们的生活也过得更充实。那你觉得除了学到东西之外呢，还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我觉得，因为其实以前对烘焙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最早的接触就是在这边嘛。那来开始上课之后，才对食物比较开始有一点了解，然后以前觉得说好吃的面包或者是好吃的甜点，跟来上课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开始对食材比较开始有初步的了解。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借由自己的学习，然后把这样的学到的味道可以传承给家人，还有女儿，还有小孩。我觉得这种味觉的记忆的传承是很好的。你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因为老师他教学的方式是比较不藏私的，
我就是看他怎么做，他就是全程把它呈现出来，跟学员互动这样子。所以说学起来的话，等于是说我们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些，可以用在我们平常家里聚会的时候也可以做都蛮实用的所以说就这样子一直学下来这样子。看着大伙儿品尝美食的表情，我相信美食确实是最好的疗愈药方。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许多手工皂，这全是出自成大化学研究所毕业又多才多艺的郭燕宁之手。在这里呢，看美书，来杯饮料，又或者呢享受轻食，感觉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自己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而且我发现这里的轻食呢，感觉非常的好。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觉得这边的轻食呢有非常多的膳食纤维，蔬菜非常的多，水果种类也多，所以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吸收到非常多的纤维质。这是在我们现在人呢，其实在很忙碌的生活里面呢，在外食族是很少吸收到的一个膳食纤维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轻食让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至少它可以吸收到很多的纤维质。那当然我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是外食族的朋友呢，你不妨来到这一间餐厅看看搞不好会让您有非常意外的收获。非常感谢您收看《放眼大台南》的节目，我是杨慧珍。